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我哋去到咧末世怎麼樣嘅第三課啦。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到睇呢個布特曼同埋庫爾曼啊，咁佢哋係一個嘅神學家啦。咁佢哋都係身處喺18、19世紀啊。咁當時咧係屬於一個咧叫做啟蒙時期啊。咁啟蒙時期咧對信仰啊，對佢哋所講嘅末世啊、永生啊呢啲觀念咧，都帶嚟咧好大嘅挑戰嚇。咁呢兩位神學家咧，從唔同嘅進路啦，去到咧即係回應咧，即係當時嘅挑戰啊。咁今日會同大家去到睇下嘅嚇。咁我哋先咧去到了解啦，去到認識下啟蒙時期啦，係一種咩嘅狀況嚇。咁咧相信大家即係都聽過啦嚇，啟蒙時期啊。咁當時係面對末世論啊，佢有一種叫做陽氣傳統嘅末世論嚇。咁18世紀西方啦，因着當時科技啊、科學啊嗰啲嘅突飛猛進啊，咁人咧對理性啊嗰啲嘅能力啊，抱持一個即係好崇高嘅嚇，一個即係好尊崇啊呢一啲嘅理性嘅啊分析啊邏輯嘅嘢嚇，一切都用理性去衡量啊。咁呢幾個就定性係為當時嘅啟蒙時期啦，咁樣嚇。咁咧當時好多嘅科學啊，用科學啊、理性啊去到衡量聖經啊、衡量信仰啊，同埋一啲末世嘅信息嘅啊。佢認為呢啲嘢咧其實係不切實際嘅嘢嚟㗎。喺啟蒙時期裏邊不切實際嘅啊。19世紀咧，即係呢一位啊費爾巴哈，當時係一個德國嘅哲學家啦嚇。咁佢被視為係一個唯物主義同埋無神論者嘅代表人物之一嚟嘅嚇。佢認為咧，佢講啊，佢話呢啲天堂啊、永生啊，其實只係咧世人對永恆嘅期望嘅一種嘅投射啊，即係一啲為你諗嘅咋啊，投射嚟嘅咋。啊，完全咧冇一啲客觀嘅基礎嘅，亦都唔能夠用理性去到分析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即係證明俾我睇有天堂啊，有永生啦，係嘛？咁當時就係一種咁樣嘅挑戰底下。咁另一位啦，就係馬克思，咁相信好多人都認識啦嚇。佢認為咧天堂啊、永生呢啲種種嘅嘢啊，其實都係社會上咧嗰啲壓迫者啊、被壓迫嘅人啊，製造出嚟一種虛假嘅思想啊，令到咧即係嗰啲被壓迫者因着咧對未來世界咧啊有一種嘅動靜啊，會有福樂啊，一種嘅期待啊，從而咧去幫助佢哋忍受咧當下嘅痛苦，唔做任何嘅反抗。即係佢形容咧呢啲天堂啊、永生嘅嘢係用係只係呢個作用啫嚇。但係咧好有趣嘅就係咧個馬克思佢自己啊，為咗使人咧對佢思想產生共鳴啦嚇，佢自己亦都應許即係當時希望佢哋擁抱佢嘅擁抱佢嘅思想嘅人啊，一個嘅應許啊，就係世俗嘅天堂啊，即係佢當時講嗰種叫做共產嘅社會啊，咁就係最美好啦、最理想嘅理想國度啦嚇啊，即係佢。咁樣去到即係批評天堂永生啦嚇，佢自己咧其實都係有一種咁樣嘅觀念喎，係嘛？咁咧而神學家咧都有嚇，咁當時咧呢啲喺一個啟蒙時期嘅神學家咧叫做里奇爾啊，佢話咧佢只得承認咧基督教所講嘅天國啊，其實就係指一啲最高嘅道德理想啊。即係如果達到咧，就係喺天國裏邊啊，人嘅道德努力咧，原來可以一步一步去到實現天國嘅喎，咁樣啊。如此咧，信仰啊，對於佢嚟講就已經簡化成為咧，只係一啲倫理啊、道德啊上邊嘅嘢啦嚇。啊，呢啲叫永生啊、天堂啊嚇，其實就係倫理道德啦嚇。對於佢嚟講，咁神聖嘅事物嚇，或者聖經所講嘅，即係呢個嘅最終極啊、末世嗰啲嘢咧，就只係成為咗咧一啲科學理性判斷下咧好似冇乜意思啊，變得咧無影無蹤嚇，即係冇乜特別嘅用處咁樣嚇。咁喺一個啟蒙嘅時期裏邊就係咁嚇。咁咧面對呢個思潮啦嚇，咁咧當時呢一位叫做史懷哲啊，史懷哲咧係好犀利嘅，佢呢個人啊，佢係一個神學家，有一個哲學家。又識玩音樂，係音樂家，即係去表演嘅嚇，亦都係一個醫學家啊！佢係一個醫療嘅宣教士嚟嘅嚇，佢即係用醫去到同人宣教啊咁樣啊。當呢個末世論嘅思想向呢一種科學理性嘅
審斷底下變得無影無蹤嘅時候呢，咁小孩子呢，佢就力挽狂瀾喎，重新將末世論放翻喺信仰嘅核心位置上。面對住呢種嘅思潮，佢就擺翻去呢一個即係信仰嘅位置啦。佢認為咧時下人對耶穌嘅理解咧係按照緊自己嘅時代思想前提去理解嘅。佢話咁樣嘅理解嘅耶穌咧，其實只係人自己嘅時代產品。即係佢就係批判緊當時嗰啲人啦。你會按住你而家嘅思想呢啲嘅思潮去理解耶穌，梗係唔得啦。佢話你一定要將耶穌放翻去自己嘅時代裏邊。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啊。即係我哋有時讀聖經都話，我哋要翻去耶穌嘅時代同埋嗰個背景去理解嗰啲經文啊嘛，係咪？係啦，佢一定要將耶穌放翻去自己嘅時代。小維哲咧，佢認為當時嗰個時代嘅氣息咧，就強調緊一種叫做末世嘅。佢將末世擺翻出嚟。佢話咧強調緊係天國近了。即係福音書係嘛？天國近了喎。佢話耶穌一生，佢話根本就係要宣講呢一個末世嘅信息。天國近了係息息相關嘅。佢話要了解耶穌咧，就必須貫徹始終地應用喺末世論嘅原則。佢話如果你離開咗呢啲嘅諗法末世就冇辦法去理解耶穌啦，因為耶穌佢嘅信息，福音書嘅信息就係講天國近了。你唔可以忽視將佢成為咧，即係可能只係一種嘅投射期望理想咁樣。佢一定要翻去。咁咧呢種嘅思潮啦，史懷哲佢就定佢個名就叫做咧，被稱之為貫徹始終嘅末世論。即係一定要翻去耶穌裏邊，真正去到理解耶穌，一定要將耶穌去翻個時代去理解。咁佢就回應翻咧當時咧，即係呢種啟蒙時期咧，即係思潮嘅一種末世論啦。咁另一位呢個係陶德咁佢末世論叫做已然實現嘅末世論。我俾大家睇一啲簡單啲咁應係一個聖經嘅新約學者嚟㗎，陶德咁佢好唔滿意認為耶穌只係一個期望天國降臨而歸中一無所獲嘅失敗者即係佢將耶穌睇低將天國將嗰啲末世永生天堂即係睇低咁所以陶德佢提倡佢話認為耶穌嘅一生，佢嘅死亡復活裏邊咧，天國已經降臨。即係佢意思話，天國唔係話理想唔係話我哋只係一種嘅投射。佢話天國咧唔係遙遙無期嘅東西而係咧耶穌嘅生命裏邊已經實現咗啦。而耶穌佢嘅死亡復活已經咧將天國帶到嚟呢度當中啦。咩叫已然咁樣咁舉個例子就係好似我哋擦一車火柴咁就燒緊咯。咁原來佢話耶穌嚟其實就已經燒着咗，呢個永生係發生緊。只係未去到燒到最後嗰一個即係嚟緊，但係未完成未燒晒即係如果按火柴嚟講，所以佢話天國唔係遙遙無期嘅事而係喺耶穌生命裏邊已經實現咁嘅當時佢呢種末世論咧就稱之為咧已然實現嘅末世論啦。即係佢又係去到回應嗰啲話係投射係期望係一種嘅即係慰藉咁樣呢啲嘅回應好，咁跟住我哋去睇布特曼咯咁布特曼佢係一種叫做佢嘅學説係一種叫存在歷史觀啦咁佢面對緊當代信仰面對嘅問題咩啦咁自從咧史懷哲之後啦即係有人去到出嚟回應回應啲挑戰，各人呢，佢就都去到嗰個時代去到探索真正嘅耶穌咯即係帶嚟咗一啲嘅影響問題係咧，如果我哋真係發現到一個被佢自己時代思想牢牢地綁着嘅耶穌佢就去問啦。佢話咁揾翻嗰個耶穌翻去嗰度嘅時候，對我哋今日有乜嘢益處即係佢又提倡有呢個問題係翻去啦，係揾到啦，去理解啦。咁對我哋今日有咩益處咧？咁樣佢就嘗試再去發展。當各人咧去到努力尋索呢個歷史耶穌嘅真實面貌嘅時候啦，跟住學者就會發現，新約經文提供俾我哋咧，其實係一個信仰群體對呢位基督嘅認信嚟嘅，即係佢認為整個嘅新約經文嘅提出，其實就係認信，亦即係話新約呈現出嚟係一個信仰中嘅基督反而咧對於
布特曼嚟講唔係一個歷史上嘅耶穌喎，喺信仰裏邊嘅基督啊。佢話福音書記述嘅就係福音，佢話耶穌嘅圖像就係福音嘅圖像啊。我哋唔可以咧，即係剝去對主耶穌信仰而試圖得出一個純粹基督嘅圖像。咩係純粹基督圖像啊？即係翻返歷史嗰度去到認識耶穌咁樣啊。所以佢就將呢一個歷史上嘅耶穌同埋信仰中嘅耶穌咧混而為一啦。問題係就係一個我哋唔知佢真實面貌嘅耶穌，即係意思話我哋根本就翻唔到去歷史嗰度去見佢噶嘛，係咪？我哋點能夠徹底知道呢？咁到底係咪仍然可信呢？咁樣嚇，咁呢個又帶翻出嚟另一個嘅挑戰咯。咁如果我哋揾唔到，亦都唔能夠重構建構翻歷史上嘅耶穌，咁係咪仲係可以信㗎？係嘛？咁都好真實嘅提問嚟㗎喎，係嘛？即係我哋揾到就話信，咁揾唔到嗰啲我哋信唔信呢？係嘛？即係正如我哋有時即係成日而家都聽啦，即係要揾翻嗰隻挪亞方舟啊嘛，係咪嚇？咁跟住又揾翻耶穌嘅裹屍布啊嘛，揾翻耶穌個粒釘啊嘛，即係釘耶穌個粒。咁係咪呢？咁揾到就係真喎。咁其實如果成本聖經，咁好多嘢我哋咪要有排揾係嘛？都揾唔到嘅喎。咁如果揾唔到，係咪可以唔使信啊？咁樣嚇？咁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嚇。咁所以咧有人就認為啦，新約經文就係用新約嘅時代嘅世界觀去寫成啦。如果咁樣，問題就係我哋接受信仰嘅時候，係咪要同時接受呢種世界觀呢？即係我哋要變成當時嘅人嘅諗法呢，我哋先可以信呢咁樣嚇。當科學理性力量仍然高舉嘅時候，即係啟蒙時期越嚟越勁嘅時候，咁聖經嘅信息係咪接受唔到挑戰嘅呢？聖經信息可唔可以避過呢啲嘅挑戰呢？係嘛？即係總有唔信嘅人噶嘛，你冇可能自己嘅群體自己喺度一味咁樣去到相信咁就成功噶嘛，係嘛？所以佢哋都要作出回應嚇。一個繼續去到高舉科學嘅年代，信仰仍然對人生有冇意義㗎？即係布特曼就咁問基督教所講嘅因信稱義，究竟仲有冇效用嘅呢？係嘛？你點樣證明歷史有冇得發現到出嚟㗎？咁面對呢啲問題呢，咁布特曼佢作出一個幾巧妙嘅回應啊！佢用咗一個叫做剔除神話嘅釋經學嘅方法啦嚇。咁剔除神話係咩意思啊？布特曼認為新約嘅事件喺新約描述過程中已經無可避免地與當時代嘅觀念混而為一啦。我哋亦都冇辦法尋證嘅。例如咧，佢講好似保羅話佢自己已經被提到3層天上去啦。喂，我哋真係點理解呢？係嘛？第一層係點㗎？第二層係點啊？第三層係點啊？揾翻出嚟啊，係嘛？歷史有冇記載啊？好難嘅，係咪啊？佢就形容呢啲就係叫做信仰中嘅神話，即係我哋不能驗證嘅。佢就話：哇，只要剔除咗呢啲去到理解啊嚇。佢話今日嘅人呢，冇辦法明白呢啲神話啦。但好在呢啲神話呢，只係一種外學，即係佢形容係外學啦。佢話經過一種咧剔除神話嘅程序啊，佢話隱藏裡面嘅信息咧，原來仍然可以清楚辨別出嚟嘅喎，佢話整個嘅福音啦，或者係聖經啦嘅內容啦嘅信息就係福音嘅宣講，福音嘅宣講亦即係神對人講嘅話。問題係，喂，咁點樣進行嗰種剔除神話嘅功夫呢？係嘛？咁乜嘢係要剔除，乜嘢唔使剔除呢？咁即係幾效功夫啊？係嘛？即係咁，佢當然佢自己有佢嘅講法啦嚇。佢就話呢，要從人性論開始嚇。布特曼認為佢話要了解聖經眾人剔除神話嘅功夫呢，必須清楚聖經嘅核心問題係啲乜嘢。佢話布特曼認為聖經嘅核心問題就係人係啲乜嘢，人點樣去到成為人。所謂剔除神話咧，就係將聖經嘅信仰神話譯成咧存在主義式嘅語言嚇。存在主義式嘅語言係啲乜嘢咧？係嘛？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講人話，即係講人能夠明白嘅嘢係嘛？佢話聖經嘅説話核心就係人存在嘅問題啊。而當今最能表達人存在嘅語境啦，即係當時啦嚇嗰個哲學嘅語言咧，就係咧呢一個叫做存在主義式嘅語言。佢話咁樣啦，剔除神話嘅目標呢，就係用翻存在主義式嘅語言重新表達聖經嘅思想，即係用翻當時人能夠明白佢存在一個環境裏邊能夠理解嗰套嘅語言，去到呢重新表達聖經嘅思想。咁佢話點樣剔除啊？就係你講到人哋能夠明白個核心意義係啲乜嘢咯。
係啦，咁咧剔除神話後嘅末世嘅信息係點咧嚇？咁布特曼認為啊，新約嘅信息中心就係末世啊，即係同史懷哲一樣啦，天國近了嘛嚇。佢話但係一切咧與未末世相關嘅思想咧，必須剔除神話後，才能對當今嘅人產生意義啊！啊，讓我哋咧都嘗試去睇下啦。咁我筆記會俾多啲例子大家嘅。咁我哋先睇一兩個啦，咁樣讓大家去到明白點樣去剔除神話啊，亦都讓人明白到嚇。佢話新約講嘅即將來臨嘅末日啊，其實係指人自己要面對死亡嚇。咁末日又真係要面對死亡嘅，面對審判啊嘛嚇。面對自己嘅死亡啊，人不得不為自己嘅人生作出抉擇啊。佢話一係就咁嘅生活，一係就咁點樣生活咁樣啦嚇。即係你要揀。點樣去到生活啊？即係面對你嘅死亡啊！即係佢將末日啦，呢個末世啦，去形容我哋就要面對死亡。咁咧，福音嘅宣講係啲乜嘢啊？如果剔除咗神話，就係神藉著耶穌基督死亡復活，向人發出挑戰啊！或者講神挑戰人跟耶穌一樣抉擇死亡，即係我哋跟隨耶穌追隨基督啊嘛，就要同佢一樣喎，去揀死喎啊，捨己嘅生命啦，簡單嚟講。咁在其中明白生命嘅復活嘅道理嚇。咁我哋係真係唔會一齊去到經歷到，即係同耶穌釘十架，耶穌運響3日啊，跟住復活噶嘛，係咪？佢就讓人明白啊，原來我哋就要選擇同耶穌一樣去到死，去到就明白一個復活嘅道理。咁佢就係剔除咗神話，讓人去到理解。佢話當一個人為咗活出新生命嘅精髓放喺一切世物嘅時候，佢話呢個人呢就經歷到十字架同埋復活嘅道理啦。正如佢好似保羅咁啊，佢舉個例即係保羅用洗禮即係信仰嘅一個嘅好重要嘅聖禮啦。我哋今日基督教係嘛，去理解呢，我哋同基督同死同活啊嘛，同復活啊嘛，係嘛即係重生咁樣啊，係啊。但係我哋如果唔剔除神話，我哋真係咪要同基督一樣，就話釘一下十字架先，跟住埋葬喺裏邊3日先，跟住先復活先，跟住我哋先至咁樣經歷到。但係如果剔除神話過後呢個信息表達出嚟呢，我哋就能夠經驗啦，就好似洗禮一樣，好似洗禮一樣。所以按住呢布特曼嚟睇啊，佢就會形容呢，其實約翰福音呢已經呢進行咗好多呢一種呢剔除神話嘅一種解經嘅過程咯。呢種解經嘅過程喎，咁所以呢，我哋即係睇呢個約翰福音嘅時候啦，我哋都容易啲可以去到即係理解嘅，即係嗰一套嘅神學係點樣而佢咧又話咧，當下即永恆，當下即永恆點解啊？布特曼嘅末世觀，佢又強調人呢面對神嘅道嘅時候呢，要作出一個正確嘅抉擇。佢話如果人抉擇呢，做一個真正嘅人，即係當下呢，從時間就步向永恆啦。末世佢話唔係將來㗎，係當下。咁我哋就會好容易理解啦，即係對當時嘅人係嘛？喂，唔係將來所投設所投射嘅嘢，而係當下喎。原來佢話永恆呢唔係屬於將來嘅，係屬於當下嘅事物嚟㗎，係屬於當下嘅事物嚟嘅。即係如此啦，即係永恆唔再係一種時間因素，而係一種境界。即係唔係話將來嗰啲，而係一種境界變成咗係嘛？即係話而家就已經係末世啦，而家我哋就經歷嗰種嘅永恆啦咁樣嚇。又或者係一種嘅空間啦嚇。即係喺人嘅信心中人喺信心裏邊咁你就係進入咗喺個永恆裏邊啦咁樣。所以佢強調一種嘅當下就係永恆啦，咁更加容易明啦，係嘛？即係更加覺得你唔使諗咁遠啦，你而家已經喺永恆裏邊啦，你而家嘅抉擇已經係作出咧，即係將來咧你點樣去到作出好似耶穌基督嘅抉擇一樣咁。咁咧對於布特曼啦，佢呢個存在歷史觀啦，呢個末世觀咧一啲嘅評價啦嚇。咁首先咧，即係都好欣賞即係一個佢剔除神話化嘅努力咧，係值得我哋去欣賞嘅。因為佢一方面咧，去到重視新約經文嗰個當代嘅背景啦，係咪？即係佢唔會話摒棄嗰啲嘅，即係唔使話揾翻嗰啲嘅。佢一方面係重視嘅，但係另一方面佢又試圖咧去將2000多年前嘅信息向今日嘅人去到説明。即係佢向當時嘅人説明，即係講人話，要人咧去到即係剔除咗嗰個嘅神話嘅時候咧，咁你就能夠理解咧當中嘅神學意義啦，係嘛？當中嘅信息係啲乜嘢？
咁咧佢咧呢一個另一方面啦嚇，咁布特曼嘅存在式嘅末世觀啦，強調人咧即係當下咧要面對一個嘅福音宣講作出回應嚇，呢個回應係末世性嘅，係與生死有關嘅，係涉及永恆嘅。佢又將即係個好似好遠嘅嘢帶到去當下，即係當下嘅人要面對，要作出一個嘅回應同埋抉擇喎。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嘅優勝同埋強嘅，甚至乎咧佢話係末世性嘅，係與生死有關嘅，係涉及永恆嘅，即係你呢刻嘅抉擇咁咧佢又咧即係喺呢一種咧即係剔除神話式啦，咁佢又咧抽空咗咧末世論嘅一個時間因素抽空咗永恆咧變成咗境界性嘅概念甚至時間即係冇咗話好遠嘅嘢，係一種境界，係一種當下嘅嘢如此咧，人不必再為將來而努力啦。人最重要就係當下嘅超越嘅啫，即係我呢一刻揀，我呢刻就經歷咁樣加上咧布特曼嘅末世論咧，即係強調個人嘅因素，即係一度聽咧，其實佢好少講咧，即係教會整個嘅群體嘅抉擇係點喎，係嘛？即係好強調個人嘅。咁但係咧，其實就忽略咗咯，係咪？忽略咗即係我哋如果睇翻即係之前咧無遷前遷後遷咁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嘅一群嘅人嗰種嘅復活得救咁樣噶嘛。但係佢就好少講呢樣嘢啦佢就冇乜去到即係演繹所以咧，對於基督徒嚟講布特曼呢個末世觀啦其實最重要就係變成咗個人當下嘅一種超越。時間中嘅成長同埋成聖咧，好似變得咧無關重要咁樣無關重要咁點樣去到理解咧？咁簡單啲去到理解用愛情去到理解啦，係嘛？咁大家容易明白。如果布特曼佢強調呢個剎那嘅愛只要愛得咧要生要死話一定嫁俾你一定同你同死咁樣對於布特曼呢個觀念嚟講佢就係一個永恆嘅愛情啦。只要喺當下剎那間咁愛情咧我哋其實都會明啦，我哋需要成長噶嘛，係嘛？我哋需要去慢慢建立噶嘛。但係對於布特曼嚟講咧，呢啲嘅因素好似攞走晒啦咁樣即係好似唔需要啦。最緊要嗰一刻要生要死嘅我哋咁呢個就係最真摯最永恆嘅愛啦咁應用咧響靈修上邊啦咁布特曼呢種末世觀佢強調其實係一次又一次嘅超越嘅經驗，但係咧佢忽略咗咧一種漫長我哋需要成長去到學習成聖嘅過程係嘛？好似咧變得好似唔係好重視嗰一種恆常要修心養性嗰種修為一樣嗰種嘅訓練一樣咁呢種末世觀咧即係俾人係會令人覺得暢快嘅因為快嘛這一刻嘛當下嘛但係可能咧就忽視咗一種恆常持續性啦咁樣呢一種嘅觀念好，咁我哋好快就睇第二位咁第二位咧呢種庫爾曼嘅救恩歷史觀佢話聖經核心嘅內容係歷史哇好特別即係就算喺同一個思潮會面對呢啲嘅挑戰即係理性邏輯主導科學咁庫爾曼佢嘅睇法同布特曼嘅睇法咧剛剛相反佢反而用咗另一個角度去睇下咁我哋又睇下佢庫爾曼認為聖經核心內容就係歷史而唔係布特曼所講嗰種抽空咗歷史內容嘅個人與神嘅相遇。佢話聖經咧就係要向人講明咁呢個都一致嘅係嘛？即係要俾2000年後嘅人明白啊嘛。佢話神在真實歷史裏嘅作為，讓人在歷史裏明白神嘅心意，也明白歷史整體嘅意義。係啦，佢就剛好同布特曼相反。咁佢咧即係強調係歷史咁佢就將歷史去到分咗兩種嘅講法，一種叫世俗歷史，另一種叫做救贖歷史佢話世俗歷史咧，即係歷史學家藉著科學方法研究，即係考古揾翻嗰啲嘅資料咁樣一啲嘅史實嘅有佢話呢個就係世俗歷史佢話神係會介入呢個歷史裏邊有所作為嘅佢話神嘅作為就係世俗歷史嘅一部分嚟添佢話正如主耶穌嘅一生就係世俗歷史嘅一部分一樣主耶穌嘅一生即係意思話喂佢嚟到呢個世間道成肉身，佢真真實實響即係呢個世界出現
被呢個世界嘅去到判決死刑喺呢個世界裏邊成聖去到復活嘅佢就話：哇！呢個歷史係重要嘅喎佢話神就介入咗喺呢個世俗歷史裏邊，讓呢個歷史變得不再一樣。佢又話咧，呢個世俗歷史啦，佢話原來藉着啟示啊，人喺信心就能看出咧神嘅作為，歷史中嘅作為個神聖意義。佢話正如主耶穌歷史上嘅死，喺神嘅啟示同埋人嘅信心裏邊，被理解成為世人進行代贖嘅救贖工程。神喺歷史裏邊嘅作為咧，構成咗咧神自我啟示嘅歷史同埋救贖行動嘅歷史。庫爾曼佢就稱之為呢個叫做救贖歷史啦。佢話聖經嘅記載正正就係救贖嘅歷史。即係所以世俗嘅歷史同埋救贖歷史咧，涉及咗係同一組事件，即係對佢嚟講係同一件事嚟嘅。只不過係救贖歷史咧係需要神向人啟示嘅，同埋人呢用信心先至能夠看得見。明我嗬？如果咁樣睇咧，聖經記載就唔係咩神話啊，對於佢嚟講係實實在在發生過嘅歷史事件，而係世人呢亦都可以看到一個真實嘅歷史事實嚟嘅。如果了解嗰啲經文嘅內容呢，就唔需要好似布特曼嗰種啦，要剔除神話嘅手段啦，而係需要同聖經作者有同一嘅信仰，藉着神嘅啟示，同一嘅信仰從而呢就能夠呢透過我哋信心嘅眼睛，看到呢個世俗歷史背後一個神聖嘅含義。即係藉着神嘅啟示，人嘅信心同作者同一個嘅信仰。我哋就會見到呢個世俗歷史裏邊背後神聖嘅含義，亦即係世俗歷史咧裏邊就會見到呢個救贖嘅歷史就會見到救贖嘅歷史。而庫爾曼呢，佢又認為啦，即係呢個救贖歷史係線性嘅佢話要了解呢個線性歷史觀線性歷史觀係點啊？原來係一個嘅進程嘅，就係有過去、現在同埋將來嘅而呢個歷史咧係有方向性嘅，有目的性嘅。喺呢個歷史觀底下啦，人就唔係從呢個世界超越到去另一個世界啦。因為當時咧，佢哋咧即係嗰一種嘅哲學就會覺得哇，只有達到嗰個修行，咁一聲就去到另一種嘅境界啦。咁樣佢就話唔係嘅，唔係一種咁樣超越性嘅，唔係一種哇此岸突然間去到彼岸一個另一個嘅世界。佢話而今日嘅我，過去嘅我，現在嘅我，慢慢係步向將來嘅我。佢就話咧係要有一種咁樣線性嘅歷史觀就唔係一種哇一聲就變成咗或者已經經歷咗嗰一種嘅狀況呢一種嘅救恩歷史。而佢又話咧，救贖歷史嘅中心就係耶穌基督啦。咁好明顯啦咁庫爾曼認為直線嘅救贖歷史嘅中心點就係耶穌基督啦。中心點即係最重要嗰一點，都係即係劃時代啦，係嘛？整體嘅救贖歷史嘅意義就係藉著耶穌基督而顯明嘅。佢話離開咗耶穌基督歷史嘅真義咧就失去咗啦，即係冇晒嗰種神聖嘅歷史啦佢係一個信徒或一個群體佢有提到群體啦，呢位神學家喺歷史裏邊嘅意義咧，就係要視乎佢係咪能夠將基督對歷史嘅意義即係嗰種嘅救贖歷史變得更圓滿嘅彰顯出嚟而定即係你有一個信徒或者我哋嘅生命啦，或者我哋整個教會群體啦，點為之有意義就我哋喺歷史裏邊，我哋有冇彰顯到基督呢一種嘅救贖呢一種咧，即係耶穌基督嘅精神圓滿咁彰顯出嚟而定即係有冇意義咁所以咧對佢嚟講即係救贖歷史同埋呢一個嘅世俗歷史係共通嘅係同一件事嚟嘅問題係我哋能唔能夠睇見咁咧耶穌基督嘅事件啦，特別之處佢又提出咗一個叫做咧已然未然嘅性質即係同頭先劃火柴嗰個嘅觀念一樣啦，即係發生咗噶啦，係未去到圓滿嘅啫主已經歷史裏邊嚟臨啦即係耶穌基督中心已經嚟臨咗啦，但係佢嚟到呢個世界圓滿幾時達成圓滿咧去到末世咧末日咧咁樣咁係仍有待去到完成嘅
仍有待去到完成嘅。佢話我哋必須明白基督事件呢一種咧已然同埋未然嘅性質。佢話先至能夠咧明白歷史嘅張力，即係歷史嘅張力係啲乜嘢呢？嚇？所以從庫爾曼嚟睇啊，佢話佢認為猶太教嗰啲末世觀啦，即係第一同大家去到講，同埋史懷哲嗰啲末世觀呢，係過分強調未來嘅向度嘅，即係只係睇到將來，現今好似冇乜關係。而對咧圖德嘅末世觀呢，佢話個過分強調呢就係哇已經發生咗，而家就係啦咁樣，呢啲嘅向度。而布特曼嘅末世觀呢，基本上就消解咗歷史應有嘅張力，即係好似廢掉咗即係歷史嘅嗰啲嘅張力啦，即係存在啦咁樣嚇，讓將之化成呢一個存在嘅張力即係當下現在嗰一種嘅張力變咗呢，即係歷史好似冇乜意義失去咗咁樣。佢就話呢，歷史嘅張力係使人明白生命嘅圓滿唔係隨手可得嘅。因為歷史嘅終局係未發生㗎，係嘛？即係如果按翻上一個嘅神學家布特曼，如果一早已經知都明咁樣，咁大家好似企埋雙手就得咁。但係咧，佢呢種嘅講法咧，就會讓人即係明白唔係隨手可得㗎，因為歷史嘅終局係未然㗎，未去到圓滿啊。點為之圓滿？要靠我哋嘅努力，要靠基督徒，要靠教會，要靠嗰啲群體去彰顯耶穌基督嘅。但係有明白到咧，生命嘅圓滿咧，唔係不切實際嘅幻想喎。即係頭先即係開頭講就話，嗰啲只不過係一啲嘅即係幻想理想國係咪一種嘅投射咁樣。佢話唔係嘅，佢話因為歷史嘅中心已經發生咗就係耶穌基督主嘅復活叫人有勇氣繼續向前走落去。主嘅再來咧，仍在將來卻告訴我哋要走下去嘅路。其實都幾遠㗎，因為要實現咗呢種嘅理想實現咗呢種嘅圓滿係有段時間嘅主耶穌話佢都唔知道，只有父知道咁歷史嘅本相係咩呢？舉個例，大家舉個比喻大家就會明啦佢對於佢嚟講，歷史就好似一場漫長嘅善惡之戰，即係要打㗎啦，呢場仗點都。但係基督嘅死同埋復活裏邊，基督已經打勝咗一場決定性嘅戰役，打勝咗啦。漫長嘅戰爭仍在進行中，但懷住信心明眼嘅人一眼就看得出啦。整場大戰嘅勝負已經確定咗啦，只有期待時間將至揭露出嚟。佢冇信心嘅人呢，就卻要等到戰爭嘅最後勝利日，先至能夠相信真正去到勝利。咁呢一個呢，就係個本相對於即係庫爾曼嘅本相係有結果㗎啦咁已經明眼人就睇得出㗎啦咁對於佢講，末日係啲乜嘢呢？末日就係呢一種線性歷史理所當然嘅終點，係嘛？即係我哋頭先講過去、現在、將來啊嘛咁嘅終點就係咁啦，就係末日啦。呢個終點咧，在基督嘅死復活咧，已經決定咗啦，即係最後答案已經有啦咁樣。咁基督信仰末世論有啲咩意義咧？咁樣基督信仰嘅末世論啦咁佢咧就係提醒信徒信仰嘅人生終點就係喺基督裏保證咗得勝啦。信徒嘅責任就係向前行向前行，將基督嘅意義咧更圓滿地喺歷史中彰顯出嚟。咁你明白啦呢個庫爾曼嘅救恩歷史啦，佢嗰個末世論嘅講法啦係點樣去到即係回應當時嘅人嘅需要咁係要努力嘅，要向前行嘅即係讓呢個更圓滿嘅歷史咧去到出現嘅。咁對庫爾曼呢個好神學啦，佢個末世觀咧又有啲嘅睇法咁大家又了解下啦咁庫爾曼咧重新強調咗基督信仰末世論嘅時間性呢個係值得欣賞嘅，係嘛？即係佢冇抹掉咗或者咧即係否定咗之前嘅事情咁事實上基督信仰嘅特色就係佢嘅歷史性咯，係嘛？因為神係歷史嘅主啊嘛，啟示亦都透過歷史嘅事件向人顯明啊嘛。即係我哋其實而家睇緊呢本聖經就係記載住以色列人嘅歷史咯，記住教會發展嘅歷史係嘛。咁其實就係咁樣去透過向人顯明嘅。佢話如果冇咗歷史呢個載體基督信仰將會變成咗沒有生命體驗嘅純理性宗教全然咧違離咗道成肉身嘅歷史原則性啦。
係啦。咁點解呢個講原則性咧嚇？因為聖經講耶穌基督係道成肉身啊嘛嚇，佢係親身嚟到呢個世間經歷疾苦噶嘛。佢係點解佢唔使嚟啦？係咪？佢就係咁講一套掉本聖經落嚟，大家睇住跟住信就得啦嚇。咁原來佢係一個歷史耶穌基督嚟嘅喎，佢真係切切實實出現過，真係咧走上十字架，真係咧確確實實嘅去復活嘅一位嘅主啊！咁所以咧，佢依個嘅神學就係冇否定到呢一種嘅道成肉身嘅歷史性嘅原則。咁歷史咧，如果係末世盼望由隱藏去到顯明一個實現嘅過程啦，係神咧，即係從原則嚟講呢個係一個必然嘅過程啊，係神作為行事嘅方式。如果咁樣咧，人嘅努力變從本質上而言咧，變得可有可無啦，係咪？即係跳翻出嚟咁問啫，係咪？即係如果你見到啦，亦都知道啦，咁其實我哋嘅努力好似咧變得可有可無啊！咁當然啦，積極啲嘅睇法就係咪？佢叫我哋去努力去到呈現出嚟噶嘛，係嘛？咁呢度但係冇辦法㗎，都會面對呢啲嘅挑戰㗎嚇。佢話如果決定性嘅戰爭已經打過啦，明眼人亦都睇到最後嘅勝利啦，係一定㗎啦，係遲早嘅問題啦。咁樣原則上，如果真係打仗，你都知道贏緊嘅，咁嗰啲軍隊係咪真係繼續打落去呢？抑或好似打唔打都唔重要啦，係嘛？都有結局咯咁樣。即係等於啲人對打一啲比賽，明知輸緊嘅咯，咁仲打唔打呢？咁樣嚇。咁呢個呢，又如果佢呢個講法呢，就係會帶嚟呢有啲人對佢呢一個嘅挑戰嚇。咁呢個我哋都可以問嘅嚇，我哋會唔會係咁樣睇呢一個嘅末世觀呢？抑或我哋係從積極面去到睇呢一種咁嘅末世觀啊嚇。咁咧，若果即係又用翻啦，即係愛情去到理解呢個庫爾曼嘅末世觀啦嚇。咁佢如果呢個講法咧，佢就係認為咧，一對情侶只要喺關鍵時刻表達到一種至誠嘅愛意即係佢哋嘅將來嘅幸福婚姻咧，就係必然噶啦即係簡單嚟講，我哋好真實好有信心對神我真係信靠佢即係表達咗呢一刻咧。咁我哋就憑著信心眼睛，我哋見到將來嘅咯，個結局咯。咁如果用愛情嚟講，係咪嗰一刻我哋表達咗至誠嘅愛意，跟住幸福嘅婚姻就係必然嘅呢？咁樣問題係，如果呢對情侶佢唔繼續努力落去，幸福嘅婚姻係咪真係必然嘅呢？咁樣咁呢個我哋都可以去到思考我哋嘅末世觀係點樣影響住我哋呢？我哋會唔會好似一啲咁樣嘅情侶一樣，我哋都知道結局㗎啦，坐定粒六呢？咁樣應用咧喺靈修上面啦。咁庫爾曼呢個末世觀強調前進嘅呢個前進咧，好像係不必批評同埋更新嘅現狀只要繼續行就得㗎啦。既然已經勝利啦，已經被保證啦，一定贏㗎啦。咁我哋就可能會不加思索咁樣繼續向前行就得㗎啦，即係打住呢場比賽hea住打就得㗎啦，係嘛？問題就係如果咁樣做呢，係咪一種好似等運到呢？係嘛？即係掂㗎啦，最後都贏㗎啦，等到佢翻嚟呢。咁樣。咁如果我哋擁抱呢啲嘅講法即係如果按住庫爾曼呢啲嘅末世觀。可能咧就會帶嚟即係信徒啦，或者當時嘅人咧對佢哋咁樣嘅挑戰咁我哋今日咧睇咗呢兩位奧特曼啦，一個庫爾曼啦，咁佢哋都從兩種唔同嘅角度啦，同埋唔同嘅思想去到回應咧當時嗰個啟蒙即係嘅時期啦，嗰一種嘅即係對信仰啦、對末世啦、對永生啦嘅種種嘅挑戰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末世嘅觀念一直以嚟咧都帶嚟好大嘅挑戰嘅甚至乎咧去到今時今日我哋亦都有咧即係呢一啲嘅挑戰嘅係嘛？咁今日咧我哋認識咗啦、了解咗啦，即係唔同嘅講法啦，當代點樣去到回應呢啲末世觀啦？咁我哋下次咧就會睇咧一個咧近代啲嘅神學家莫特曼，咁佢嘅著作咧就係盼望神學即係而家我哋20世紀嘅一個嘅神學家啦。咁佢又點樣去到回應呢一個末世嘅觀念咁呢堂到呢度下堂再見，拜拜。